而家目前咧有啲長者好需要幫助嘅喎，咁點算啊？咁樣，咁我就提出，我就話冇問題嘅。如果我哋做啲籌位多咯，啲時分多咯，咁咪可以捐出嚟擺落去嘅中央嘅稅堂嗰度，等中央派發俾有需要嘅長者用咯，咁樣。咁所以我就提出呢個捐分計劃，經過大家嘅同意咧，就係實行咗呢個計劃啦。我一夠1000分咧，我就捐出去。我次次都係捐以1000分為單位咯，我夠1000分，咁我自己唔需要用咯，咁我咪又捐出去先啦，咁樣樣。我而家個簿仔咧仲有200幾分。我又覺得如果有多嘅話，我又可以捐翻出去俾有需要嘅人用咯。將來咧，如果多嘅咧，就捐出去咯，可以捐噶嘛。即係邊個需要，即係捐俾民社先，民社睇邊個有老人家需要嘅，咁就俾個老人家咯。咁我都想希望藉住捐分呢樣嘢去即係幫助有啲有需要幫助嘅人啦。